富人要變賣一切才能進天國嗎？馬太福音19章1至30節。門訓系列馬太福音23。各位弟兄姊妹，主裏平安，歡迎來到麥子真理頻道，一個以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的基督信仰分享平台，希望能幫你行窄路，進天國。歡迎大家點讚、分享和訂閱。門徒訓練單元一般係40分鐘，係2星期嘅學習單元，每月第1日或第16日左右發佈。讀者要按自己對聖經嘅理解程度，選擇如何分段和重複溫習，達至完全明白神嘅話、神嘅心意，作討神喜悅嘅門徒。門訓系列馬太福音23。第9部分，敘述耶穌從加利利回耶路撒冷路上所遇見的事件和教導19至20章。19章1至12節，關於休妻。19章13至15節，天國裏是謙卑如小孩的人。19章16至30節，貪戀財富的難進天國，作主門徒的代價和賞賜。查經19章1至12節，關於休妻。一耶穌說完了這些話，就離開加利利，來到猶太的境界約旦河外。而有許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裏把他們的病人治好了。3有法利賽人來試探耶穌說：人無論什麼緣故都可以休妻嗎？4耶穌回答說：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5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這經你們沒有念過嗎？6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7法利賽人說：這樣，摩西為什麼吩咐給妻子休書，就可以休她呢？8耶穌說：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所以許你們休妻，但起初並不是這樣。9我告訴你們，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犯姦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10門徒對耶穌說：人和妻子既是這樣，倒不如不娶。11耶穌說：這話不是人都能領受的，唯獨賜給誰，誰才能受。12因為有生來是閹人，也有被人閹的，並有為天國的緣故自閹的。這話誰能領受，就可以領受。簡略查經19章1至12節，關於休妻。一耶穌說完了這些話，就離開加利利，來到猶太的境界約旦河外。而有許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裏把他們的病人治好了。耶穌開始離開北部外邦人聚居的加利利，南下猶太人聚居的地區。3有法利賽人來試探耶穌說：人無論什麼緣故都可以休妻嗎？試探。法利賽人用不同的問題試探耶穌，目的是為了找到把柄，來指控和殺害他。人無論什麼緣故都可以休妻嗎？在當時的猶太2個主流學派，一個學派的看法是丈夫可以用任何一個理由來休妻，是當時流行的思想。另一個學派的看法是只有在妻子不貞的情況下才可離婚，較接近耶穌的回答。耶穌的回答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都會引起眾人的排斥，也會被法利賽指控耶穌是正在影射殺害施洗約翰的希律王和希羅底在婚姻上的問題。4耶穌回答說：那起初造人的
是做男做女。5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這經你們沒有念過嗎？6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耶穌引用創世記1章27節和2章24節，說明神對婚姻的看法。起初，應該譯為從起初，意思是從創造人直到現在。神對婚姻觀上的看法是，婚姻關係中，男人和女人不但是一對，更是一體，同一個肉體，是全人的聯合，合二為一，不能分開。這經你們沒有念過嗎？反問法利賽人，身為宗教領袖，為什麼不明白神的旨意？耶穌進一步指出，神所配合的，顯示神是婚姻的主，任何人不能越過神的權柄離婚。7法利賽人說，這樣，摩西為什麼吩咐給妻子休書，就可以休她呢？法利賽人提出摩西吩咐丈夫給妻子休書就可以離婚的教導來反駁耶穌。8耶穌說，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所以許你們休妻，但起初並不是這樣。9我告訴你們，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犯姦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耶穌指出神原本的心意並不是這樣。摩西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猶太人的心硬。心硬是指一個人在屬靈上的固化，不能回應神話語的要求，正如聖物不要給狗，珍珠不要給豬。摩西是因為他們墮落的情況下而容許這故事，為的是避免產生更大的傷害和犯更多的罪。耶穌在這裏說的淫亂，是指婚姻以外的性關係。耶穌之後說出關於休妻、再婚和姦淫的關係。若不是淫亂的緣故離婚，任何再娶再嫁的婚姻都是姦淫。10門徒對耶穌說，人和妻子既是這樣，倒不如不娶。11耶穌說，這話不是人都能領受的，唯獨賜給誰，誰才能受。12因為有生來是閹人，也有被人閹的，並有為天國的緣故自閹的。這話誰能領受，就可以領受。可能離婚是當時非常普遍的事。當門徒聽見這嚴峻要求的時候，立刻的反應是不如獨身。耶穌說明獨身也是神所賜，比如使徒保羅，神給他獨身的恩賜，他也有從神而來的恩典來過這生活。接下來，耶穌指出3類人是沒有婚姻的： 1. 生來就是閹人，生理上不能有性生活； 2. 被閹割作太監的，3為天國的緣故自閹的。可以解釋為一個人甘心願意為了神的國而放棄結婚的機會。例如使徒保羅。查經19章13至15節。天國裏是謙卑如小孩的人。13碼時，有人帶着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給他們按手禱告，門徒就責備那些人。14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15耶穌給他們按手，就離開那地方去了。簡略查經19章13至15節。天國裏是謙卑如小孩的人。13碼時，有人帶着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給他們按手禱告，門徒就責備那些人。按手
在聖經中有很深的屬靈意義。如雅各按手兒子以法蓮頭上，為他祝福禱告，創世記48章16節；如祭司按手在祭牲頭上，為百姓贖罪，出埃及記29:10；按手在管會堂的女兒身上，他就從死裏復活。使徒和教會領袖按手在人的身上，尋求神使他們得恩賜來服待。使徒行傳6章6節、8章7節、13章3節、19章6節。在這裏家長帶小孩來見耶穌，求耶穌為小孩按手禱告祝福。門徒就責備那些人，可能覺得他們妨礙了耶穌的侍奉，或覺得小孩不重要。14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15耶穌給他們按手，就離開那地方去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在古代，小孩是無助的一群，他們知道要靠成人的幫助和供應。因此，小孩實現了謙卑這一重要的屬靈條件。天國是屬於屬靈嬰孩，但不屬於聰明的人。這真理貫穿整卷馬太福音。除本節經文外，馬太福音5章3節：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馬太福音11章25節：那時，耶穌說：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馬太福音18章3節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馬太福音22章11至13節天國筵席，王進來觀看賓客，見那裏有一個沒有穿禮服的，12就對他說：朋友，你到這裏來，怎麼不穿禮服呢？那人無言可答。13於是王對使喚的人說：捆起他的手腳來，把他丟在外邊的黑暗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14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這些小孩子的出現，剛好和下文中的法利賽人和少年財主成為強烈的對比。查經19章16至30節，貪戀財富的難進天國，作主門徒的代價和賞賜。16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夫子，我該做什麼善事才能得永生？17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以善事問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18他說：什麼誡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19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20那少年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什麼呢？21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22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23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24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25門徒聽見這話，就稀奇得很，說：這樣誰能得救呢？26耶穌看着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27彼得就對他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將來我們要得什麼呢？28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12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12個支派。
29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親、母親、兒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並且承受永生。30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詳細查經19章16至30節。貪戀財富的難進天國，作主門徒的代價和賞賜。16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夫子，我該做什麼善事才能得永生？17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以善事問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這次來到耶穌面前的是一位有錢的少年人，與剛才弱勢的小孩成強烈對比。小孩代表天國裏的人，是那些知道自己的無助，因而謙卑，並依靠神的人。而有錢的少年人剛好相反，他所愛的、所依靠的錢財，恰恰成為他進入天國的攔阻。我該做什麼善事才能得永生？顯示這位有錢的少年人對獲得永生的觀念，仍然在着重於他自己的善行。有錢的少年人輕看了善的意義。耶穌教導說，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只有那一位，神是絕對良善的。永生在聖經中是指能和至高至尊的神建立關係。引述約翰福音17章3，認識關係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關係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而這永生關係是藉着遵行神旨意而達成。這種關係是永恆的，並最終引領門徒進入永恆的新天新地、新伊甸園。詳細關於永生，請重溫門訓系列馬太福音06。18他說：什麼誡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19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20那少年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什麼呢？什麼誡命？當有錢的少年人問這問題時，耶穌用10誡中關乎愛人如己6個誡命中的5個回答他。出埃及記20章12至17節，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不可殺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耶穌並加上利未記19章18節，愛人如己，但耶穌獨欠提及貪戀他人財富1項。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什麼呢？猶太人是熟讀摩西5經，熟悉10誡。有錢的少年人似乎是察覺到少了一項，所以問這問題，可能因為他已犯了這項。21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22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完全人是一個重要的字，乃指以神的完全為目標。所有的指所有擁有的一切。耶穌提出2個條件：一變賣所有的，分給窮人；2來跟從耶穌。就憂憂愁愁地走了，
因為他的產業很多。當有錢的少年人受試驗時，才顯明他敬拜金錢多於敬拜神。馬太福音6章24節，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馬門。有錢的少年人最後是選擇繼續服侍馬門，所以就憂憂愁愁地走了。23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24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耶穌對有錢的少年人憂愁離開的結論是：財主進天國是難的，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耶穌的意思是藉這對比表明其不可能性。25門徒聽見這話，就稀奇得很，說：這樣誰能得救呢？26耶穌看着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說明只有藉着神的恩典和重生才可以進神的國。但神的恩典和重生也要人信服的配合。27彼得就對他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將來我們要得什麼呢？28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12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12個支派。29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親、母親、兒女、田地的，必要得着100倍，並且承受永生。30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相對有錢的少年人不撇下一切來跟從主，彼得和門徒撇下一切來跟從主，自然就會問耶穌：他們將來會得到什麼賞賜？復興的時候，指基督第2次降臨時，神親自管治萬國萬邦的國度時，門徒在國度裏的榮耀與他們所丟掉的成相對的。耶穌的回答：你們也要坐在12個寶座上，是指向12使徒。凡為我的名，指後面的應許是給歷世代的門徒，必要得着100倍，並且承受永生。100倍是指回報和付出的對比，就是在基督第2次降臨時能得着，被宣告無罪，有永生，有復活身體，成為神和基督的祭司，輔助基督管治萬國萬邦1000年。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這句說話出現2次，分別在19章30節和20章16節。所以夾在中間的經文，葡萄園工人的比喻，是用來解釋這2節經文。下期分享：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耶穌沒有對這個比喻作出解釋，但有以下可能性：一年老歸主的和年輕歸主的對比，但上下文沒有提及這問題。2有錢和貧窮，有錢和完全的對比，但有錢的少年人。比喻的重點教導是價值觀，而不是進天國後的次序問題。32門徒和日後的門徒的對比，這句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的經文，是繼彼得在19章27節提問將來我們要得什麼之後，但耶穌已在19章28節表明你們也要坐在12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12個支派。
所以日後的門徒不可能超越使徒的地位。經文較有可能是指以下兩方面：法利賽人和12門徒。耶穌已在19章28節表明你們也要坐在12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12個支派。所以後來新約的12門徒在屬靈地位上超越舊約的宗教領袖法利賽人。5猶太人和外邦人在天國計劃裏的次序。以色列民的祭司國度由新約的基督門徒取代。新約的基督門徒取代以色列民，在天國降臨時成為皇家祭司，輔助基督作王，管治萬國萬邦1000年。屬靈思考。馬太福音6章24節，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馬門。你是否願意付出時間的代價去學習基督的一切話語，順服作真正的門徒嗎？預告：葡萄園工人不公平待遇的比喻。馬太福音20章1至34節。門訓系列馬太福音24。為方便閱讀相關單元，你可以選擇不同嘅播放清單，請按咗下個黃色嘅標誌。按播放清單。播放清單分類。基礎單元01至04，一次得救永遠失救的福音，係聖經啟示關於屬靈世界真實嘅一面。神嘅計劃係如何揀選、預定、赦罪並稱人為義。撒旦計劃如何迷惑同埋破壞。適合深度研讀聖經者。基礎單元05至11，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心。4102 faith 係聖經啟示嘅真正基督信仰，真正能進入天國嘅信心。4102 faith 應該係點樣？適合中度研讀聖經者。門訓系列馬太福音00，係按基督吩咐嘅大使命，查考4卷福音書，基督親自教導嘅一切。首卷查考嘅係馬太福音，先求他的國、他的義，辨別真假信仰。適合水禮後嘅研讀聖經者。由於所有單元都係以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以聖經解釋聖經嘅原則，係以正確解讀神頒下嘅話語為學習目的。同一般靈修式嘅個人分享唔同，讀者要按自己對聖經嘅理解程度，選擇適當嘅清單，並按自己嘅理解能力，需要時重溫。單元一般係40分鐘，係2星期嘅學習單元，自己選擇如何分段和重複溫習，達至完全明白神嘅話語、神嘅心意，作討神喜悅嘅門徒。選擇喜愛嘅播放清單。馬太福音大綱分為12部分。第一部分，敘述呢位天國嘅宣告者彌賽亞基督1至4章。第二部分，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登山寶訓5至7章。第三部分，歷史敘述。神蹟篇8至9章。第四部分，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差遣篇10章。第五部分，歷史敘述。拒絕耶穌係彌賽亞嘅事實同後果11至12章。第六部分，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天國嘅8個比喻13章。第七部分，歷史敘述。與猶太人政治宗教領袖嘅衝突，和耶穌藉教導及神蹟堅固門徒嘅信心14至17章。
第八部分，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天國群體嘅規則18章。第九部分，歷史敘述，耶穌從加利利回耶路撒冷路上所遇見嘅事件和教導19至20章。第10部分，歷史敘述，耶穌在耶路撒冷嘅侍奉和教導21至22章。第11部分，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論末世及末期嘅預言和審判23至25章。第12部分，歷史敘述，彌賽亞王被釘死、復活及差遣26至28章。